我觉得是我本人经验还是太少了，所以我打算报一个进修班，好好的学习学习。你如果都考虑好的话，没问题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向都是最支持你的人。真的呀？你会支持我的吗？当然了，到时候每天接你上下学，好不好？在外地。没关系，我和你一起去。3个月你应该走不了那么久。多久？3个月。这么久？还要去外地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3个月已经是最短的课程班了，有那么多课要上，时间都不够的。你要学什么我都可以教你啊，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我当然也很想让你这么宠着我，让我坐享其成，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嘛，我还是想努力努力。你已经很努力了，真的。那你就是不支持我呗？支持，当然支持。老婆要去学习，当然要支持。我不光要支持，我还要做你坚强的后盾。但是你想好，3个月，你就不想我吗？我想，我肯定都想死你了。对啊，但是工作还是要工作呀。你不会跟我分开3个月就不行了吧？切，我是谁？尹思辰，工作狂。我是那种一谈恋爱就黏着女朋友分不开的恋爱白痴吗？不是，我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。什么异地恋、出差这种，不是问题，我绝对不抢你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你不要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发短信、打电话，影响我学习啊。那先说好，1天10个电话。10个电话有点太多了吧？我早上8点上课，10点下课，我们商量好，睡前1个电话行不行？算了，也别1天10个电话了，就1天1条短信吧。你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好，就知道你最贴心了。你还好？好，哪天走？我送你。后天。哎呦，顾姐姐，头疼，快过来！怎么了？快过来帮揉揉。哪里疼啊？就是脑袋疼。这里疼啊？哇，好痛！哎呦呦，我看看，哎呦。顾欣欣，你居然用美人计！就知道是你搞的鬼，你不是都同意了吗？怎么反悔了？我觉得，就是身份证放在我枕头下面，我睡的话可能会睡得比较香，万一梦到你了呢，对吧？我人不就在你旁边吗？